继续来关心，民众党代理主席黄国昌指出，前大同的董事长因为卖大同土地案，也个欠国家1亿7400多万拢无还，过去食高级的餐厅，甚至北检的检察官嘛有在场。法务部长陈明谦表示讲，已经启动调查。另外，针对着瓜文德牵涉金华城的弊案，民众党团也公布民调指出，超过4成的民众认为检方无遵守着侦查不公开原则。当这么高比例的人民认为侦查不公开的原则已经遭到践踏的时候，台北地检署跟法务部目前昏睡一片。民众党党团开记者会，公布委托民调公司在1月初3、初4进行关切案件调查结果。民调显示，认为检方调查各项有遵守侦查不公开原则的差不多是3成，有42.8%人认为无遵守。台北地检署在9月9日已经有分案来做一个调查，那我们也责请台高检在9月9号也做行政调查，目前都在调查侦办中。司法的公信力，在1月11号司法节的前夕，已经被民主进步党赖清德政府打趴在地上了。黄国昌也阁压出将大同当作无奈人，嘛因为牵涉大同卖地案件，去年11月底出现伫台北中山北路一间餐厅，其中有台北地检署市平固定检察官在场。法务部表示，已经在进行行政调查。检察官到底能不能去参加这样的一个餐会啊？只要合乎公务廉政律规范，我想这个就是完全按照我们那个伦理规范的规定。里面是无乃人，他也得罪不起啊！讲话软趴趴的一个法务部部长，这时候该说什么啊？违反检察官伦理守则的，一律送评鉴、送弹劾，永不录用。透过行政调查，那就好好查一查。那如果没有任何的不法，没有任何的关联，然后就这样胡乱的指涉，那黄国昌，你又要承担什么样的言论责任呢？民进党立委呼吁尊重司法调查，唔通看一影生一个囝。大同表示，卖地案件已经是追讨3900多万，吴乃仁个人是追讨700多万。目前也依照强制执行法，重新申请调查吴乃仁等4人财产的状况，方便追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